好，咁好高興咧，可以今日同大家咧去分享下關於呢個嘅髖關節嘅炎嘅治療同埋手術啦嚇。我係李君哲醫生。咁頭先劉醫生都講得好清楚關於即係髖關節炎嗰個嘅成因啦嚇。咁我有部分重複啊，當大家温下書啦嚇。咁髖關節喺邊度咧？都係喺一個臍輪臼啦，或者叫做咧一個嘅大髀臼嚇，佢係一個球窩關節。表面咧，即係佢個磨蝕咗骨磨骨呢啲，即係大家都知道聽到啦嚇。成個即係全世界平均率咧，大概咧即係有研究話啦，大概8%啦嚇。歐洲人好似比較多啲喎，亞洲人比較少啲嚇，可能1至4%。年紀最多咧就60至60歲嘅，男女比例差唔多，因為有唔同嘅成因嘅。咁有啲譬如話骨枯咧，就可能咧男性比較多啲嚇，但係另外一啲嘅成因咧，可能女性多啲，咁所以加埋咧大概差唔多。但係隨住人口老化咧，其實咧就越嚟越多嘅嚇，咁大家都預計到啊。有研究話過去嗰30年咧，其實咧嗰個嘅發病率咧大概即係升咗1倍有多嚇。不過咧要注意咧，其實最後尾咧即係有40%咧，最後尾都要做髖關節嘅手術。不過叫做啦嚇比較，如果我哋比較咧膝關節嘅手術咧，呢個係啦，膝關節嘅手術咧，即係嘅置換咧比例咧，同髖關節嘅比例咧嚇，膝關節係7:1到啦嚇，咁比較少啲嘅髖關節。就有咩機會咧？頭先劉醫生都講過嚇，其中一樣即係其實咧有一個觀念咧，就係話佢本身係一個波頭同埋一個嘅杯啦嚇，嗰個嘅接合位。咁如果個波嗰個杯位咧生得唔好，或者個波咧唔夠圓嚇，咁咧就增加嗰個嘅退化嘅機會啦嚇，因為嗰個即係嗰個嘅壓力大咗嚇。有咩情況會係個波頭？即係個杯位咧，即係唔得圓咧，佢可能發育不健全但係咧嗰個波頭咧都可以即係唔平滑、唔夠圓喎嚇。而家依個嘅觀念咧就發現原來越嚟越多人係其實係依樣我哋叫做咧股骨髖構嘅撞擊症咁即係話咧當你個你個大髀臼啦係喐嘅時候咧。喺啲頸位我提早咧會撞到嗰個嘅杯位嘅邊咁引致咧嗰個嘅退化咁樣。咁當然仲有就係頭先劉醫生都有講到即係股骨壞死變咗咧佢唔平滑啦，凹凹凸凸咁。症狀頭先有講啦主要都係依啲。不過咧特別咧要注意咧，佢可以咧即係有時咧係會令到你真係有啲情況例如個發育不健全，都會長短腳。另外咧會跛下，甚至呢個身咧會傾側咁樣去行但係咧佢冇紅腫熱呢啲嘅症狀同膝關節唔同膝關節咧就因為比較表面嘅關節但係即係佢哋好容易摸到個罄但係髖關節咧好深你摸唔到即係大部分咧都係依啲嘅症狀或者痛嘅啫。坐唔得耐嘅或者你起身嗰下咧，一起嗰下就痛。頭先劉醫生就講你可能剪腳甲翹腳咁都有問題其中咧有3至6成咧會牽涉兩邊嘅關節嘅。痛咧就通常都係依啲位置啦有時咧好似劉醫生所講，有時會痛到去膝頭哥後邊 pat 痛比較少啲pat 痛咧有時係個腰嗰個嘅即係反射痛去到個 pat 個位，大部分髖關節痛咧都喺前邊同埋側邊。有咩判斷咧？就照 X 光啦好似呢度咁樣啦，照 X 光啦見到有啲骨刺咁樣。有時需要做掃描電腦掃描同埋磁力共振。有咩治療咧通常我哋可以分為非手術治療同埋手術治療非手術治療咧，通常梗係第一時間食藥啦食止痛藥。通常咧我哋分啦撲滅息痛同埋非類固醇嘅消炎藥不過咧，即係各有佢嘅好處同埋壞處。撲滅息痛咧，即係大家可能都有買啦 Panadol 咁樣好多時咧就係話啲病人都同我講就話即係食咗都好似冇效嘅咁樣咁事實上咧，佢止痛嗰個嘅成效咧係冇咁高不過好處咧佢比較安全但係咧都要注意咧，通常咧你每日咧最多食4次每次最多2粒都要睇下你嘅體重
通常就係話每日最多都係8粒嘅啫。咁樣即係再多咧就驚傷肝咁，所以雖然咧佢冇乜嘢嘅副作用，但係唯一就係即係驚佢傷肝，食得過量而佢個效用咧冇咁大。咁你所以有時咧會覺得哇佢食都冇用，咁啊想食多啲，但係咧要提自己唔可以食太多。另外就係最常見大家都講嘅就話消炎藥，我哋食消炎藥咁樣嚇。咁呢啲叫做非類固醇嘅止痛藥啦。個好處就係話個止痛效用會高啲嘅嚇。咁就有啲可以咧1粒咁就止成日㗎啦，咁好開心嘅。咁但係咧你唔覺咧就日日就可以食㗎啦。唔食唔聚財唔食咧好似即係生活唔到咁樣。就唔覺食咗好耐啦嚇。有咩唔好處咧？傷胃、傷腎、傷肝甚至咧而家新嗰類咧有機會傷心嘅。所以咧即係要注意，唔可以長期服用嚇。所以有啲人咧就話不如我食下健康食品啦嚇。咁最常即係而家最新啦嚇，有話骨膠原咁大家都可能食過葡萄糖胺、軟骨素嚇。呢啲咧我通常都唔反對食嘅咁反正即係佢冇咩即係副作用，咁食冇乜所謂。但係咧，即係有個唔好處就係咧，即係有長期研究嚇，美國骨科醫學會都話啦，葡萄糖胺軟骨素同即係安慰劑冇咩大分別。不過即係個別人士唔同，可能有啲人食咗真係得嘅，咁我唔會反對，你可以照食。骨膠原比較新啲冇長期嘅數據，咁有待我哋去確定佢有冇用，所以我都唔會即係反對嘅嚇。咁呢啲咧都可以喺藥房買到咁佢唔屬於藥，叫做食物補充要注意咧，糖尿病咧葡萄糖胺有機會影響個糖尿控制㗎。咁咧就當然另外可以咧做一個步行輔助啦即係拐杖啦即係呢個好專業嘅名，即係拐杖咁咧拐杖有咩作用咧？就幫你咧分擔嗰個重量，係啦，分擔個重量一個好簡單嘅道理，係啦。咁有啲人咧就怕啦一用咗拐杖好似好老咁樣，其實唔好介意，係真係有時痛起上嚟咧，其實係真係好大嘅幫助，你估唔到。咁大家要注意用嘅時候咧要用啱喎咁好多時咧啲人有錯覺咧就係話我左腳有事，咁我就左手去幫啦咁樣，其實咧就唔啱，係啦，有病人都有聽眾都領頭啦咁咧就應該係對面左腳就右手而咧當你去行路嘅時候咧你個痛腳喺前邊，就同時咧你另外右手咧就一齊幫佢，咁就可以分擔咗個重量咁跟住就正常嗰隻腳就再去前，而個高度亦都要夾啱咁啱啱去到個手腕位太低咧你容易腰骨痛嘅你會側埋一邊咁樣，太高咧就嗰啲膊頭手踭手腕就會痛咁所以要揀啱合適嘅。另外就係健身單車咁呢啲咧我都買咗俾我爸爸媽媽喺屋企咧就每日踩係啦，咁就佢原理咧係一個低撞擊嘅運動亦都促進即係嘅滑液嘅產生啦當你個關節一定要去喐佢先好嘅，你唔喐咧，即係好似一個窗口鉸咁樣咧，你一路棘即係唔開嗰個窗咧，佢就會棘死咗㗎啦咁所以咧成日去喐佢咧，佢就會潤滑咗亦都促進嗰個嘅關節嗰啲水咧去產生。每個禮拜3至5次啦，每次20至30分鐘。亦都唔好咧教到佢好硬喎，同佢死力咁去踩喎因為死力去踩反而傷嘅你要好順、好低阻力咁去踩佢，咁就有好處。另外咧就要可以做一啲嘅姿勢矯形啦矯邊度咧？主要矯依個盤骨盤骨嗰個嘅前傾或者後傾原來盤骨咧係介乎你個脊椎同埋個嘅股骨之間嘅一個連接位，咁之間個連接位正就係你個股骨嗰個髖構啦即係嗰個大髀較啦咁所以個盤骨向前傾同向後傾咧，都影響到你嗰個髖關節嘅前傾咧會引致容易咧喺前邊咧嗰個嘅股骨咧過早撞擊到嗰個嘅髖構後傾咧會過早咧
撞到後邊嘅髖臼啊，咁所以咧有機會引致嗰個嘅髖臼夾擊綜合症啊，唔係股骨髖臼綜合症啊，撞擊綜合症。咁咧，所以咧就你注意啦嚇，有啲所謂嘅假肚腩就係你個盤骨太前傾啦嚇，咁啊你所以咧最好咧就係平衡翻嚇，咁啊提自己。仲有咧就係做一啲伸展運動，因為咧伸展運動係伸展啲乜咧？伸展個脊椎同盤骨之間嚇嗰個嘅柔軟度嚇，令到佢嘅增加，亦都增加咧個股骨同埋個髖臼啊，即係個大髀較之間嗰個嘅接合位個活動性。咁咧就因為咧你長期咧，例如長期嘅前傾或者長期嘅後傾啦個盤骨，佢會慣咗喺嗰個位咧，慣咗喺嗰個位咧，佢就會緊咗㗎啦。咁所以你要拉翻鬆佢咧，佢就可以走翻嗰個位咧去正確。咁所以兩樣嘢，第一就係話位置要正確，第二咧個柔軟度要夠高嚇。咁咧包括要做啲咩運動咧？你可以企喺度做，係啦，呢一紮嘅運動啦嚇，咁啊都係一個嘅企喺度運動。你可以有時痛得滯啦，瞓喺度做嚇呢啲嘅運動。你上網咧都可以睇下，主要都係向外向內旋轉嚇呢啲嘅或者伸展向後伸展嘅運動。仲有就係強化運動嚇。特別咧係大髀肌肉臀肌嚇，臀大肌同埋臀中肌都緊要嘅嚇。咁臀大肌咁做一個拱橋運動啦，臀中肌就係一個叫做即係好似夾乸咁樣開嚇嘅運，係咪咁讀啊？嘅運動啦嚇。咁就有助咧即係保護你個關節，係啊，保護你嘅關節，亦都咧有助咧改變你嗰個嘅盤骨嗰個嘅位置嘅。仲有就係減少高撞擊運動嚇，例如你跑啊跳啊，或者你去行山成日要行即係落啲高嘅樓梯啊，呢啲嘅運動啦嚇，咁減少，而咧去做一啲低抗撞擊或者非負重運動嚇。咁如果你中意游水最好個游水嗰個字寫錯咗，唔好意思，游水啦嚇，咁因為佢唔負重嚇。仲有咧就係耍太極、踩單車瑜伽。單車咧記住你唔係上車去同佢即係鬥力嗰隻嚇。OK， 咁啦，另外咧就係你可以注射啦，係一啲治療啦嚇。呢啲咧通常咧喺個膝關節比較多啊，類固醇注射、透明質酸嘅注射比較少咧，即係喺髖關節。點解咧？因為咧髖關節咧其實係好深嘅膠嚟嘅，亦都咧係一個球體嘅膠，你好難咧就唔同膝關節一個平面。咁咧就好難咧就擺支針落去啊！咁一個唔覺意咧就夾住咗支針，好危險啊！咁所以通常咧，如果你真係要做咧，你就要 X 光或者超聲波底下去照嘅嚇。咁咧講完呢個非手術治療要注意咧，呢啲嘅成效咧其實都真係，如果你真係有髖關節炎咧，都有效嘅嚇。佢個效用咧都係有限啊！咁3至5成嘅病人最後尾咧可能真係需要手術。而做咩手術咧？通常咧就係話髖關節嘅置換手術啦嚇，就係將個人工股骨頭同埋髖臼咧替換咗嚇，就揾即係一個嘅臼去替換咗，好有效嘅嚇，被譽為咧即係骨科之中咧最成功嘅手術之一嚟嘅嚇，有多過90成嘅病人都覺得滿意。咁佢會可以有幾耐嘅壽命啦嚇。咁通常咧所有嘅臼其實都會損耗嚇，人工關節亦都唔例外嚇。咁通常就話我用20年就要換㗎啦，咁樣嚇就翻修㗎啦。咁正確啲嘅講法咧，應該話咧係20年後有8至9成嘅病人咧仍然唔需要翻修，係啦，即係話只有1成嘅病人需要翻修。另外嗰9成嘅病人咧都仍然用緊，咁所以唔需要話太擔心嚇，咁好擔心話換咗臼咁咧就又要諗下幾時翻修咁樣嚇，換咗臼係咁樣。OK， 咁咧就有啲咩新嘅技術咧近期嘅發展嚇，咁舊時嘅依啲嘅關節咧都需要咧係用一個骨水泥咧去固定鑲落個骨嗰度。而家咧其實咧成熟咗㗎啦個技術，咁咧好多時都係用非骨水泥嘅固定嘅假體，佢個表面咧鞋濕濕嘅，
即係令到佢凹凹凸凸咁樣咧，等啲骨咧直接可以生落去嗰個嘅假體嘅表面咁咧就耐用啲嘅，理論上係可以。咁所以通常咧，即係大部分嘅病人我哋都會用呢啲有個好處咧，就係個手術時間減少咗咁因為用骨水泥都通常都要多15分鐘到亦都減少咗有關骨水泥嘅併發症，特別係即係血壓突然驟降咁做緊手術嘅時候不過要注意咧，如果你個骨質密度太低咧，就唔係太適合嘅，可能真係要用骨水泥。另外有啲咩發展咧，就係個啤領啦即係嗰個波頭同埋個杯咧之間嗰個嘅接合位而家新嘅一代咧個啤領咧我哋如果用新嘅搪瓷同埋新嘅強化膠咧，嗰個嘅耗損咧係好低嘅用好耐都係磨嗰個0.0幾嘅毫米每一年咁即係好少嘅咁所以可以用好耐十分耐用嘅另外一啲新發展咧就係所謂雙動式嘅續成啦嘅啤領啦所謂雙動式咧，即係話咧有2個波頭嘅一個頭裏外邊再吸多一個波頭變咗咧有2個波頭。你見佢咧互相喺2個嘅啤領嗰度咧都可以喐嘅。有咩好處咧？個頸位冇咁容易撞到呢個杯嘅邊第一。第二咧就係個波頭可以大咗。兩樣加埋咧，就第一損耗少咗，第二咧就甩骹嘅機會亦都低咗咁所以喺合適嘅病人咧係可以選擇係用呢啲咁當然嗰個成本亦都高少少啦仲有咧就係一陣間副教授都會講機械臂嘅手術啦都有好好處，特別喺髖關節有咩好處咧？提高個打磨嗰個嘅杯頭嗰個準確度因為佢咧係用呢個嘅電腦啦，同埋一個嘅機械臂去輔助。咁咧就對於個髖扣位置個方向長短嗰個嘅腳嘅差距都個準確度會大好多。咁咧就手術係點樣做嘅咧？通常就半身啦，或者全身麻醉2小時內啦咁我哋可能服用一啲嘅或者打一啲嘅止血藥啦，喺手術前後傷口大概10至15厘米度啦。通常我就會着一啲嘅太空衣啦所謂保護即係等佢減少細菌感染嘅機會亦都咧可以用機械人去輔助啦。退化表面咧就切除咗，跟住就鑲過一個新嘅膠落去。喺傷口周圍咧都會打一啲嘅鎮痛劑。咁咧就手術之後咧，為咗減低嗰個嘅靜脈栓塞嘅風險啦，即係嗰啲靜脈會塞咗㗎有咁嘅風險，所以通常咧就會著一啲嘅止血帶啦好似呢個咁樣，唔係，sorry，加壓裝置啦呢個咧通常係頭嗰1-2日啦幾日啦咁跟住咧手術後4至6個禮拜咧都會著一啲嘅壓力襪減低個風險。而練習行路咧，通常咧你手術嗰1日或者第2日咧就開始練㗎啦，企起身行。舊時個觀念就話要唞好耐、休養好耐，唔係嘅。而家個觀念咧，越快行咧個併發症咧就越少嘅咁所以要注意呢樣即係唔好話醫生話做乜逼我咁辛苦其實好㗎咁咧就可以咧，如果你行得穩陣就可以翻屋企㗎啦。通常出院時間咧，手術後3至4日啦身體較好年紀較細咧，有時甚至咧可以早1-2日添咁咧部分嘅患者咧有機會要輸血嘅做完之後咧，咁通常咧就會教你做下呢啲運動啦團肌運動、行路啦，亦都如果你係即係有大部分嘅手術咧都用後進嘅方式啦咁咧就通常要有個2個腳之間擺個枕頭喺中間減低甩骹嘅機會。翻屋企咧要做咩咧？敷冰啦減低腫脹啦，每日3次，每次15分鐘。亦都要小心依啲嘅動作啦未必話完全避免不過咧特別係頭嗰幾個月咧係要小心依啲動作。通常咧主要就係話依幾個動作屈曲、內旋同埋咧翹腳，盡量唔好加埋，即係避免加埋一齊做幾個動作加埋一齊咧，就有甩骹嘅風險
特別係後進路嘅手術啊，其實絕大部分香港暫時咧都係用後進路嘅方法啊，即係個傷口喺後邊嘅嚇。咁咧就翻屋企咧都要做肌肉訓練啊、步行練習啊，翻屋企即係練多啲係啦。手術後啦嚇，止痛啊呢啲啦嚇，髖關節呢個痛咧冇膝關節咁痛嘅，所以咧嗰個痛嘅問題咧比較少啲。不過要注意咧，頭嗰3個月都可能有少少唔舒服啊。但係如果突然大痛咧、發熱腫脹咧，就要睇醫生㗎啦嚇。咁最後尾要注意咧就係傷口護理啦嚇。咁2個禮拜咧就會好㗎啦個傷口。如果有少少血跡咧就唔怕嘅嚇。咁有少少淤液都唔怕嘅。皮膚附近可能有少少麻木唔出奇嘅。咁如果你想沖涼都得嚇。可能包保鮮紙啊，或者用依啲啦嚇，透明嘅膠貼啦嚇。避免咧就唔好走去針灸啊、草藥啊咁樣嚇。會細菌感染㗎嚇。仲有如果咧即係見到有滲血、有黃色物咧，就話俾醫生聽。併發症嚇，細菌感染1至2%，靜脈栓塞1至3%。甩膠2% 以下啦嚇。後進就比較多啲啊。萬一一個唔好彩嚇，有時咧即係真係甩膠咧都有方法嘅，唔使太擔心。我自己咧講真即係touch wood 未試過嚇。好彩。水泡有時會有流血有機會嚇。腳部會有麻痹。甚至咧有時會有骨折啊！如果你用前進路呢方面個風險會大啲咁多嚇。關節僵硬啊、直體鬆動啊、尿滯啊，呢啲都有咁嘅機會嚇。罕見嘅併發症嚇，呢啲咧都有機會，不過咧都好低嘅，唔使太擔心。活動嘅建議咧就翻去咧唔好做一啲即係其實冇話一啲嘅特別嘅運動係唔可以做嘅。不過通常咧經過訓練咧6個月咧就可以比較正常嘅活動㗎啦，避免呢一個急速嘅扭轉啦嚇。高撞擊嘅運動你要知道咧係會縮短嗰個嘅壽命嘅，個假體嘅壽命，唔係話唔做得。啲鬼佬咧好即係好中意運動咧，佢哋都照做嘅嚇。你都可以照做，不過你要知道咧佢會即係壽命會短啲嗰個假體。而低撞擊運動我頭先講過啦，都可以更加適合啦。講到呢度啦嚇，多謝大家。